今日嚟同你嚟呢度， Kelvin，你今日帶到我嚟灣仔站利東街出口，有咩搞作啊？你玩唔玩得先？可以。今日我想同你玩個測試，聽講由呢度咧上去上面有樓盤，我哋做下測試睇要幾耐時間，好唔好啊？但我今日着高踭鞋喎，唔緊要，就試下女仔着高踭鞋同男仔着波鞋行上去分別要幾耐時間。咁我哋各自做個測試。Let's go！ 咦？條樓梯好長喎，為咗就你，我哋經常一齊行啊！咦？你咪都一齊等埋我？對時間咪一樣。其實男同女喺度都要一齊搭 lift 上去。我為咗就你咋，小姐。我着波鞋，坑公水上漂，唔使7分鐘。我着住高踭鞋行到嚟竹林苑都係7分零鐘啫，好近啊！咦？咁由灣仔地鐵站行到上嚟呢個豪宅，步程都係7至8分鐘嘅時間。作為中半山豪宅嚟講，又真係好近，好方便喎。其實沿路行過嚟上合和中心，佢可以涼下冷氣上到17樓，所以無論一家大細、男女老少住喺呢度行過嚟都好舒適㗎。今日我哋要睇嘅呢個樓盤竹林苑，鄰近灣仔同銅鑼灣核心地段，憑住呢個地段內外配套設施，慢慢就演變成國際大企業高管中意住嘅地方。竹林苑總共有6棟高雅不凡住宅大廈，345個設計雅致嘅單位，位處高地，景觀開揚，環境清新翠綠。呢度有港島區嘅12小學校網，灣仔嘅中學校網。作為專業人士或名流世代，如果你喺金鐘、中環、灣仔返工，竹林苑都係你理想之選。如果想知道中半山更多豪宅之選，留意我哋下一條片啊！下次見。